大家好，歡迎大家參加今日嘅網上講座。我會同大家分享講座嘅第一部分，放債人牌照條件概覽。而喺開始之前，我想提一提大家喺放債人條例之下經營放債業務嘅限制。根據放債人條例第7條，任何人都唔可以無牌經營放債業務，而持牌放債人亦都只可以喺牌照上邊指明嘅處所經營放債業務，同埋喺經營放債業務嘅時候，必須要按照牌照條件去經營。而如果放債人嚴重違反牌照條件，牌照法庭可以將放債人嘅牌照暫時吊銷或者撤銷。咁而家我哋開始講解一下牌照條件嘅規定。根據牌照條件一，喺訂立任何貸款協議之前，放債人必須要求擬借款人以書面述明有冇因為速致、洽商、取得或者申請呢一筆貸款，或者因為擔保或者保證呢一筆貸款嘅償還，或者其他同呢一個事務有關而與第三方達成或者簽訂咗任何協議。呢一份就係大家所講嘅第三方協議。而大家要留意嘅係，擬借款人同佢嘅律師純粹為咗提供法律服務而達成或者簽訂嘅協議，係不屬於第三方協議。而個答案如果係有嘅話呢，放債人就需要喺貸款協議入邊以書面述明第三方嘅姓名、名稱同埋地址。放債人係唔係同呢一個第三方有任何關係，同埋呢一個關係嘅性質，呢一部分係需要放債人去擬備嘅。而放債人亦都需要求擬借款人親自提供第三方協議嘅副本，並且將呢一份第三方協議嘅副本夾附喺貸款協議入邊。而呢一份係放債人牌照嘅牌照條件指引入邊嘅附件一，係擬借款人披露有冇涉及第三方嘅樣本表格。而牌照條件指引嘅附件二呢，就係放債人述明貸款協議涉及第三方、涉及委任第三方詳情嘅樣本表格。而根據牌照條件二，除非呢一個第三方已經獲得放債人委任成為第三方，並且已經用書面嘅方式向放債人確認不曾亦都不會向擬借款人徵收任何費用，唔理佢嘅名目係啲咩。同埋，無論係咪因為購買任何貨品或者服務，不曾另行同擬借款人達成協議，由借款人向任何其他方支付或者將來支付任何費用，亦都唔理佢名目係啲咩，否則放債人就唔可以向擬借款人批出或者同意批出任何貸款。而呢一份係牌照條件指引嘅附件三，係獲委任第三方就冇向擬借款人徵收任何費用作出嘅書面確認嘅樣本表格。而牌照條件三呢，就規定咗放債人必須就獲委任嘅第三方作出令警務處處長同埋放債人註冊處處長滿意嘅情報，要以書面嘅方式提供呢一啲第三方嘅姓名、名稱、地址同埋身份識別號碼。而喺呢啲第三方嘅姓名、名稱同埋地址再列喺放債人註冊處處長備存嘅登記冊之前，呢一啲第三方呢，就並不可以被視為獲委任嘅第三方。咁而前表格咧，可以喺公司註冊處嘅網站度下載。係頭先網絡連接有少少問題。咁持牌放債人委任嘅第三方詳情呢，亦都可以透過公司註冊處嘅電子服務網站度查閱。咁以下就係電子服務網站嘅一啲截圖。而呢一個就係查冊嘅版面。根據牌照條件四，放債人不得明知而容許或者准許任何人士向任何借款人或者擬借款人徵收、追討
要求或者收受任何費用，亦都係唔理佢嘅名目係啲咩。大家要留意嘅係，任何人係包括放債人啦、佢嘅合夥人啦、僱主、僱員、委託人、代理人，或者任何代表佢行事嘅人，或者任何獲委任嘅第三方。大家要留意，借款人係不應被要求購買貨品或者服務，亦都不應被要求，亦都不應被收取手續費或者行政費。而放債人亦都應該查核同埋確保嘅附喺貸款協議入邊嘅第三方協議係並冇徵收費用嘅條文。去到牌照條件5啦，喺訂立任何貸款協議之前，放債人必須要向擬借款人解釋貸款協議嘅全部條款，特別係貸款利率要以年息百分率表示，同埋根據呢一份貸款協議需支付嘅利息總額，根據呢一份貸款協議定期同埋總共需要償還嘅款額，同埋任何拖欠還款行為嘅可能後果，包括涉管同埋出售所涉及嘅任何抵押物。放債人可以要求即時還款嘅凌駕性權利。放債人亦都必須要備存能夠顯示到佢已經遵從咗呢一條牌照條件各樣規定嘅書面啦，或者視像或者錄音記錄。而牌照條件指引嘅附件6呢，就係放債人記錄佢已經向擬借款人解釋貸款協議嘅樣本表格。牌照條件5有幾點想大家特別留意嘅。第一點就係放債人需要解釋貸款協議嘅全部條款，就唔可以淨係解釋重要條款。而就算擬借款人表示無需向佢解釋貸款協議嘅條款同埋條件呢，放債人仍然需要遵從呢一條牌照條件嘅規定，喺訂立任何貸款協議之前提供解釋。而有得擬借款人自己閱讀同埋理解貸款協議嘅條款呢，係並不符合牌照條件5嘅要求。第5條牌照條件涵蓋嘅範圍呢，係全部放債人，包括以非面對面方式建立業務關係，並以視像或者錄音模式作備存記錄嘅放債人。去到牌照條件6啦。喺下列2個情況呢，放債人就唔可以向另一人取得或者收集任何人嘅個人資料，或者使用由另一人取得或者收集嘅個人資料作為佢嘅放債業務用途，又或者同呢啲業務有關聯嘅用途。第一個情況係喺未取得另一人嘅書面確認披露或者提供呢一啲資料俾放債人作呢一類用途，係並冇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嘅條文。而第2個情況就係，當放債人知悉或者有合理理由相信另一人士披露或者提供有關嘅個人資料俾放債人作呢一類用途呢，係相當可能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嘅條文。而放債人亦都必須要備存記錄，去顯示佢已經遵從咗呢一條牌照條件嘅規定，同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嘅條文。根據牌照條件7，除非借款人向放債人出示咗以下文件，否則放債人就唔可以接受由香港房屋委員會提供嘅資助單位作為貸款俾借款人嘅抵押品。第一份文件就係由香港房屋委員會發出嘅確認書，述明解除有關單位養魚權限制嘅所需地價咧已經全數繳清。又或者係第2份文件，就係房屋署署長批出將有關單位用作按揭或者押記用途嘅書面批准。根據牌照條件8，放債人為放債業務而發出同埋刊登嘅中文版廣告，必須要清楚展示放債人牌照號碼嘅字樣，並且以放債人牌照號碼緊隨其後。咁以下就係一個例子。咁去到牌照條件9啦，呢一個牌照條件亦都係關於放債人嘅廣告嘅，以文字、聲音或者視像形式為放債業務發出或者刊登嘅任何廣告，必須要公正合理，不含誤導成分，亦都要包含放債人處理投訴嘅熱線電話號碼同埋風險提示字句。以下就係風險提示字句：忠告借錢緊要還，咪俾錢中介。而風險提示字句所用嘅語言，亦必須同廣告或者佢嘅相關部分嘅語言相同。字句亦都必須喺廣告嘅聲音部分清晰聽到。而為咗要令廣告公平公正、
不含誤導成分呢，放債人需要特別注意，廣告係不可包含誤導或者欺騙公眾人士成分嘅資訊，不可淨係強調產品或者服務嘅潛在利益，而冇公正而顯著咁樣表示或者披露相關風險，沒有掩飾、遺留、縮小或者混淆任何相關嘅事實，而令到借款人所得到嘅資料或者信息不足、不清晰、不公正或者具誤導成分。任何重要資料必須以顯眼嘅文字顯示，放喺廣告嘅顯眼處。廣告亦都不應再有淡化借貸成本嘅資料，亦都不應再有誇大借錢容易嘅資料。咁持牌人呢，亦都唔可以喺廣告入邊表示，無論借款人嘅財政條件或者財務狀況係點樣都好，都可以獲得冇抵押個人貸款。咁以下有兩個例子呢，都係具有誤導成分嘅廣告嘅例子嚟嘅。咁第一個就係如果廣告使用一啲免息啊、0% 利息等等嘅字詞呢，會令人覺得係無需支付任何利息或者月費。但係如果借款人係需要每月繳付行政費或者手續費呢，呢一則廣告呢就屬於具誤導成分。而第二個例子就係有關保證獲得冇抵押個人貸款或者預先批核有關貸款，或者借款人無需接受任何信貸審查或者關於佢嘅財務狀況嘅其他評核等等嘅陳述或者暗示呢，都屬於具誤導成分嘅。因為根據牌照條件第15條，放債人喺訂立冇抵押個人貸款協議之前，必須要評估擬借款人嘅財務狀況。而風險提示字句喺唔同類型嘅廣告展示同埋播放呢，都有唔同需要注意嘅地方。第一個類型嘅廣告係印刷廣告。咁喺印刷廣告嚟講呢，風險提示字句嘅字體大小最少應該為其他內容之中最大嘅字體嘅50%。字形同顏色呢，亦都必須要同廣告嘅其他內容之中最大嘅字體一樣。咁聲音企視像廣告呢，字體嘅顏色應該同廣告嘅背景顏色有顯著嘅對比。如果喺獨立嘅畫面度出現，應該喺廣告嘅尾聲出現，展示嘅時間最少係3秒，並且要用相同嘅時間清晰咁讀出。如果呢個風險提示字句喺整段廣告出現呢，就必須清晰咁顯示喺畫面嘅底部。中文字嘅高度最少應為畫面嘅高度嘅1/15。英文大楷字嘅高度最少應該為畫面高度嘅1/20，亦都需要採用同其他內容一樣嘅語速，喺廣告完結之前清晰咁讀出。去到互聯網廣告啦，第一種就係網站橫額，即係會連結到去另一個網頁嗰一隻。咁喺呢個情況下呢，風險提示字句就應該喺登錄版面嗰度展示，字體嘅大小最少應該為其他內容之中最大嘅字體嘅50%，字形同埋顏色就必須同登錄版面嘅其他內容之中最大嘅字體一樣。而互聯網上邊唔識喐嘅熒幕廣告呢，印刷廣告嘅指引係適用嘅。咁互聯網上面聲音企視像廣告嚟講呢，聲音企視像廣告嘅指引亦都係適用。咁牌照條件8同9係關於放債人廣告嘅，咁亦都有幾點想大家特別留意。咁第一點就係放債廣告啦，係包括用作宣傳放債業務嘅物品，都應該遵從第8同第9條牌照條件嘅規定。放債人要確保放債廣告入邊展示有效嘅放債人牌照號碼，咁所以喺續牌之後攞到個新嘅放債人牌照之後呢，大家要確保廣告同埋宣傳物品呢都要更新翻個放債人牌照號碼啦。同埋有關廣告必須要包含放債人處理投訴嘅熱線電話號碼，大家要留意申請熱線或者查詢熱線呢係不等同於投訴熱線。而放債廣告入邊亦都必須要展示放債人牌照入邊指明嘅放債人名稱，唔應該淨係展示佢嘅業務名稱。呢一個規例係放債人條例入邊第26條嘅規例。咁放債人喺網上社交媒體入邊嘅每一個貼文，包括但不限於佢嘅圖片啦、影片啦，或者係說明文字，會按實際情況被視為一個或者多個廣告。放債人需要確保呢一啲貼文係符合第8同第9條牌照條件嘅規定。去到牌照條件10啦，
放債人同埋佢嘅收數人士就不可以試圖直接或者間接咁樣向任何人，例如諮詢人啦、債務人嘅家屬或者朋友去追討債項，除非呢一啲人係喺法律上邊被視為欠下放債人債項嘅人，亦都不可以騷擾任何人，或者採取不合法同埋不當嘅收數手法。咁放債人亦都必須確保所收集嘅個人資料係受到保障，免受未獲授權或者意外嘅查閱、處理、刪除或者遭到任何收數人士係喺其他方面用到呢啲個人資料，亦都必須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嘅規定，亦都必須維持同埋監察一套妥善嘅制度同埋程序，以處理因為日常貸款同埋由於貸款而引起嘅收數活動嘅相關投訴同埋查詢。同埋必須要備存佢嘅收數人士喺牌照有效期內最新同埋準確嘅收數活動記錄。有關記錄咧最少應該要包括收數活動嘅日期同埋追溯嘅手法等等。咁牌照條件10咧都有3點係想大家特別注意嘅。第一點係收數人士喺收數活動入邊有冇遵從法例同埋第10條牌照條件嘅規定呢，係決定放債人係唔係經營放債業務嘅適當人選因素之一。而放債人必須要謹慎同埋努力行事，去監察佢嘅收數人士嘅收數活動。而放債人亦都唔應該由得個收數人士自己決定追討債項嘅程序。牌照條件11就規定放債人必須要喺牌照有效期內就住佢放債業務有關嘅事宜，向放債人註冊處處長或者警務處處長喺指明嘅時間內提供所要求嘅資料。有啲咩例子呢？例如放債人需要就住放債人註冊處處長嘅要求，參與有關佢嘅財務資料嘅年度調查、主題性問卷調查、個人貸款季度申報等等。去到牌照條件12啦，放債人需要設立並維持一道妥善嘅制度同埋程序，以確保以下嘅人士係知悉同埋遵從牌照條件同埋放債人條例嘅條文。咁有關嘅人士係包括放債人啦、佢嘅合夥人、僱主、僱員、委託人、代理人或者代表佢行事嘅人，同埋獲委任嘅第三方。而有關嘅制度同埋程序就包括管理及監督、獲委任第三方嘅檢討機制、人事及培訓同埋備存記錄。牌照條件13就規定咗放債人喺貸款申請有提供諮詢人嘅情況下，放債人需要喺訂立任何貸款協議之前，要求而借款人提供諮詢人所簽署嘅同意書，確認呢個諮詢人係擔任呢一筆貸款申請嘅諮詢人，同埋需要喺貸款協議入邊夾附呢一份同意書。但係如果放債人獲告知或者知悉呢一份同意書，事實上並非由諮詢人所簽署嘅呢，放債人必須要立即停止使用呢一個諮詢人嘅資料。而大家要留意，諮詢人係指喺自願嘅情況之下，並且因應放債人嘅要求，就住呢一筆貸款申請提供擬借款人嘅資料，例如喺訂立貸款協議之前確認借款人身份嘅人。咁另一點需要大家注意嘅呢，就係諮詢人並不是追收貸款嘅目標人士，亦唔係借款人喺貸款協議訂立之後嘅聯絡人。咁大家而家見到嘅就係牌照條件指引嘅附件5，係擔任貸款申請諮詢人嘅書面同意書嘅樣本表格。去到牌照條件14啦，放債人必須要遵從由放債人註冊處處長就持牌放債人發出並經不時修訂嘅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指引，同埋要以機構層面嘅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為基礎，採取風險為本嘅方法，就以下方面制定同埋實施佢嘅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政策、程序同埋管控措施。有關嘅方面就係合規管理安排、客戶盡職審查措施、持續對客戶進行監察、舉報可疑交易、備存記錄、僱員甄選程序、持續僱員培訓計劃、獨立審計職能、遵從有關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金融制裁同埋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資金籌集嘅法例。
而呢一份打擊洗錢嘅指引呢，可以喺公司註冊處嘅網站度下載。而牌照條件14呢，亦都有好幾點想大家係留意嘅。首先第一點就係放債人應該每2年同埋喺發生同對佢嘅業務同埋所面對嘅風險有重大影響嘅觸發事件嘅時候，進行機構層面嘅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而第二點就係放債人應該喺盡職審查程序嘅初期，評估擬建立業務所涉及嘅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亦即係對客戶做一個客戶風險評估。第三點就係喺同客戶建立業務關係之前，要斷定呢一個客戶同埋客戶嘅實益擁有人係唔係政治人物。跟住放債人應該確保數據庫係備存有關恐怖分子同埋指定人士嘅姓名、名稱同埋詳細資料，而呢一啲數據庫咧應該綜合咗佢所知嘅各份名單。咁除此之外咧，放債人亦都可以使用一啲第三方備存嘅同類數據庫，並且採用一啲適當嘅措施去確保有關數據庫係完備同埋準確嘅，例如做一啲定期嘅抽樣測試。咁有咗呢個數據庫之後要點呢？就係放債人應該要實施一啲有效嘅篩查機制，而呢啲篩查機制就應該係包括喺建立業務嘅時候，根據當時嘅數據庫對客戶同埋客戶嘅實益擁有人進行篩查，同埋喺切實可行嘅範圍入邊，盡快根據數據庫入邊所有新增同埋任何更新嘅指定人士對客戶同埋佢嘅實益擁有人進行篩查。好，而家嚟到最後一條牌照條件，牌照條件15啦。入邊規定咗喺訂立冇抵押個人貸款協議或者喺冇抵押個人貸款協議下批出任何大幅增加嘅貸款額之前，放債人需要評估擬借款人或者借款人按照貸款協議還款嘅負擔能力，同埋要充分考慮負擔能力方面嘅評估結果。而喺進行評估嘅時候呢，需要考慮擬借款人或者借款人嘅以下情況，包括現時嘅收入同埋開支啦，按照貸款協議嘅還款能力。喺貸款協議有效期內到期還款嗰陣係有能力還款嘅，亦都無需要為咗還款而借貸，而還款亦都唔會對佢嘅整體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嘅不良影響。評估必須合理，放債人必須根據作出評估嗰陣所得到嘅充足資料進行評估，而評估嘅程度同埋範圍，以及必須要採取嘅步驟同考慮嘅證據呢，需視乎每一個個案嘅個別情況而定，並需要同個案嘅個別情況相稱。放債人應該就住個別個案嘅情況，用常理去判斷何為合適同埋同情況相稱嘅評估同埋相關評估步驟。而評估嘅時候呢，有幾個因素亦都大家應該考慮嘅，就包括本金同埋需支付嘅利息總額、還款條款嘅期限、還款次數同埋金額、利率、獲取貸款嘅目的、而借款人或者借款人嘅就業或者業務情況、而借款人或者借款人現時嘅信貸同埋財務資料、而借款人或者借款人因為未能夠喺限期前還款，而根據相關貸款協議所產生嘅任何其他潛在不良後果。而放債人亦都要採取合理嘅步驟，以確定擬借款人同埋借款人現時嘅收入同埋開支嘅金額，或者對呢啲金額作出一啲合理嘅估計。而喺確定現時嘅收入嘅時候呢，放債人可以考慮借款人嘅薪金啦、儲蓄同埋資產。而喺開支嗰方面呢，放債人就需要考慮借款人嘅日常生活開支。即係衣食住行嗰啲啦，跟住同埋佢係根據一啲外債每個月要還款嘅金額，同埋根據而家呢一份貸款協議要還款嘅金額，同埋可以睇下有冇一啲可以預見嘅變更。咁放債人亦都必須要備存能夠顯示佢已經遵從咗牌照條件15各樣規定嘅書面或者視像或者錄音記錄。咁牌照條件15亦都有好幾點想大家留意嘅。
第一點係由擬借款人或者借款人單方面申報收入同埋開支嘅記錄呢，就並不是負擔能力評估。放債人必須要按照得到嘅充足資料進行負擔能力評估，並且喺評估記錄上係可以顯示到呢一個評估呢係由放債人執行嘅，譬如喺書面評估記錄上邊簽署同埋註明佢評估嘅日期。而放債人根據個別人士或者借款人嘅實際情況進行負擔能力評估，並需要備存有關嘅記錄，係唔可以假設每一個或者每一類嘅擬借款人或者借款人嘅收入同埋開支係相同嘅。譬如你唔可以假設每一個學生嘅收入都係每個月2000蚊，佢嘅支出可能係每個月1000蚊咁樣，要按翻實際情況去做一個評估同埋確定。而放債人亦都需要喺負擔能力評估入邊清楚説明佢考慮過嘅一啲因素，尤其是一啲比較特別嘅因素。而放債人需要確保喺負擔能力評估嘅資料同埋擬借款人或者借款人提供嘅資料相符，譬如喺貸款申請表寫嘅資料啦，同埋收入證明所提供嘅資料等等。而最後就係放債人應該要按常理去判斷擬借款人或者借款人提供嘅資料係唔係合理，喺適當嘅時候要求擬借款人或者借款人提供相關嘅文件證明，並且備存有關文件嘅副本。咁15條牌照條件就講完啦，咁但係仲有一點想大家要特別留意嘅，咁就係除咗新嘅貸款協議之外，上述關於貸款協議嘅各項牌照條件呢，亦都適用於延長貸款協議或者續期。咁所以喺訂立任何延長貸款協議或者續期嘅時候，放債人都需要遵從相關牌照條件嘅規定。公司註冊處就製備咗好幾份指引俾放債人去參考嘅。咁第一份就係有關放債人牌照嘅牌照條件指引，咁同埋有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指引，持牌放債人適用嘅。跟住第三份係放債人牌照適當人選準則嘅指引。最後一份係放債人牌照申請人遞交業務計劃嘅指引。咁有關嘅指引呢，全部都可以喺晒公司註冊處嘅網站度下載。咁以下就係放債人註冊辦事處嘅查詢電話同埋電郵地址。我今日分享嘅係咁多，多謝大家。